继续来到立法院，为着财政收支违分法，这个条约搁来发生着冲突。顶礼拜，国民党的调查委员陈玉珍伫3分钟内，甲法案送出着委员会，民进党团真不满，所以今仔日财政委员会咧确认议事录的时阵，民进党的立委吴秉叡提案来背角，讲这会议无效，这互国民党团真火大，冲击主席台来抗议，佮要求直接来表决。这条约立委是一句来一句去，嚷甲大细声。好，有听到了哦，有听到。国民党立委冲到主席台前拒绝登记发言，佮发动人墙战，拢是因为会议一开始，民进党的吴秉叡委员向向提案主张顶礼拜会议3分钟出委员会无效，爆发不满。大家都可以，要不然就先撤回，大家都可以下去发言，大家都可以撤回吴秉叡的提案嘛，宣读完提案。财政委员会话来话去，官员拢伫遐，唔知要如何是好。民进党立委出席还未到齐，国民党呢赶紧话讲直接投票定生死，一直到超过15分钟才开始第一回合的听述发言。今天没有预算处理，你看清楚议事讨论，所以在那边乱讲说我们在挡预算的审查，是你们已经挡总预算复回2个月了。用听述发言来拖时间，拢针对顶礼拜会议调委陈玉珍。陈玉珍看这个办事嘛，赶紧站出来讲。李彦秀、高金美、宋美委员针对他们的修正都表示撤案不再讨论。郭国文开始带头作乱，让整个议场乱哄哄。所以我讲的话你们都没有听到哈。不得不佩服陈怡贞、招委啊，这个连续3分钟都可以随便乱讲话。那这个抖音式的1分钟让大家发言，竟然还可以讲的哈，这么精准呢？在混乱中，调委陆委员想要主持会议特殊，议会主导权洪小英。主席要去议事录，主席要去议事录，在程序开会啊。调约你敲未平，才会发第2回合的战会继续谈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